小朋友好！哇，错不你5月间都有10种了，10种多多么？昨天端午节你们有没有吃到多多的东西啊？有没有像波卡线上波卡改鸟儿咪咪熊有10种啊？太 Q 啊！有没有像我们家的咪咪一样吃到胖嘟嘟的呢？咪咪啊，关的无卡，当日总得出去，祈求吃饱了，了饱些。咪咪哦，在家里呀、关在家里都不能出去，所以只能吃饱睡，睡饱吃。所以今日你个口餐就是运动一下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是运动一下咯。什么运动呢？嘛个运动呢？等一下，小朋友，你的话就会听等线上2篇地读改逆词和穷汉念。等一下呢，你们就要跟着老师的语词来念。可是呢，如果你都都是炸弹的时候，你就要怎样？空起来，头就要怎样？变得了，然后要大声的说炸弹。哦，这样知道吗？如果不是炸弹的时候呢，那你就要做那个爬龙栓、划龙舟的姿势哦。嘿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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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哦，然后嘿咻嘿咻，没安妞婷婷还要加线上看到的，你看到的那个凸卡嘿，逆词嘿马改，那是讲佢是马改色、棕色、蓝色、呛色，这样可以吗？如果是炸弹，就要说啊炸弹，给空气了咕下去，赶快蹲下去哦。好，而且咪咪熊熊哦，干杯，不可以这么抬 Q。然后我们今天做完这个运动，左身逆次念好呢，你就走得下课嘞。语词念完就可以下课咯。那作业要怎么上传呢？就是请你看2篇改哈，请你在看着影片的时候呢，请不看音在家里的人呢，从旁边帮你录影，看看说你有没有很认真的嘿咻嘿咻爬龙栓讲语词，有没有很认真的划龙舟讲语词？韩国看到炸弹来干哈？你有没有很认真的啊？炸弹？如果有，然后家长录起来呢，这就是完成你今日改功课咯，那就是完成你今天的功课咯。加油！小朋友，准备好吗？准备好咧，等下你看到就嘛解释，唔係看字哦，係愛看字係嘛解釋。小朋友，你準備好了嗎？等等，我們就要開始來練習咯。不是看字，是要看字的顏色，不是看那個字哦。字出來，線上我先念一擺，字出來的時候，老師就會先念一次。撒下來就會忘記掉，然後接下來你們也要跟着念一次。但是如果碰到炸彈，線上就唔會念咯，係講拄到炸彈，線上就唔會講咯。好，準備好嗎？來，準備開始。黃色、紅色、橙色、綠色、藍色、橙色、藍色、橙色、紅色、綠色、綠色、藍色、橙色、藍色、紅色、黃色、
色、棕色、黃色、藍色、橙色、綠色、橙色、綠色、橙色、棕色、橙色、白色、綠色、橙色、白色、橙色、橙色、橙色、藍色、藍色、橙色、棕色、綠色、橙色、白色、橙色、藍色、橙色、藍色、橙色、橙色、白色、棕色、綠色、橙色、藍色、橙色、藍色、橙色、棕色、白色、白色、藍色、橙色、藍色、橙色、棕色、綠色、橙色、藍色、橙色、棕色、白色、藍色、白色、橙色、棕色、綠
舞色、拍色、唱色。风色、舞色、唱色、梦色、舞色。小朋友，是不是有运动到了呢？小朋友是不是有运动到了呢？好，那是你很想去搞。分享你个搞一摆，如果你还想玩，欢迎你再玩一次哦。安妞，今日嘅课就到了咯，再来了。